財神到，財神到。介紹一下廣安旅遊的馬祖，掌聲鼓勵一下。有兩個活動，一個活動呢，就是我的3月7號我的生日宴，我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來捧場，能來參加我的生日宴，好不好？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跟馬總我們一起出發，好不好？4月22號出發，5日4夜去昆明。好多洋洋嘅粉絲都同我講話，真係好希望有一次機會可以去洋洋嘅家鄉不特止，最重要就係洋洋嘅火鍋店度打卡。今次洋洋係大家嘅團友嚟㗎，5日4夜咧全程係陪住大家食飯啊、行景點啊，咁就係大家嘅團友嚟㗎，變成全程陪同他們一起玩。好。開心，財神到，恭喜發財，東逝喜氣。洋洋，祝你攞到個新人獎，實至名歸嘅，我哋支持你。出年咧就嚟飲你呢一餐咧最佳男主角獎，你要加油啊！知唔知？恭喜啊洋洋，今年步步高升，唱響全香港，以至海外，輝煌成績，耶！洋洋，恭喜你啊，攞咗最佳新人獎，你要努力啊，加油啊！好欣賞你努力練習啦，有呢個成果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洋洋嘅事業咧要蒸蒸日上啦，佢嘅廣東話咧就講得越嚟越好啦，最緊要就身體健康啦。攞翻個最佳男主角啦，唱多啲好歌俾我聽。洋洋越嚟越攞得多獎，唱靚歌啊！希望佢來年咧唱多啲好歌，做多啲好戲。你喺我心中係永遠都係男主角。歐陽，越唱越強。